将请门大户伫台湾的门卡口演习，有袂少台湾人进行会起战争，甚至有老大人烦恼甲困袂去，阁有人因为安尼来高血压。有精神科的医师来分享，讲最近来看诊的病人加出着3成左右。也毋过回头来看台北街啊，哪像无人咧惊，踅街食饭照常过日子。一寡阿斗甲记者是看甲嘴啊开，讲台湾人看起来是真得定，哪像一点仔拢袂紧张。阿强啊，一直伫咧台海4颗练等所在进行军演活动，互两岸关系真紧张，有的民众嘛真惊吓，尤其是老大人惊甲皮皮喘。有的人就杞人天忧啊，那等人想东想西的时候，毛病会越来越多了。都已经出国，把小孩子送出国啊，会睡不着，会害怕。我们搞不好变成第二个乌克兰，而且我们能够撑多久不知道。就惊台湾真做后一个乌克兰，真侪民众逐工拢真烦恼，甚至烦恼到血压症悬。到精神科医师分享，最近来看诊的人数加3成左右，上接看到的是累积性压力障碍症。有年岁女性看到电视顶的战争画面，就想起囡仔时拄到战火经验。个50多岁男性会紧张、操烦、忧郁，接袂到含失眠镜头，甚至烦恼战争若开始拍，就要开始囤生活用品。有人的外表地当看得出已经紧张，别的医师嘛安尼分析。很多的一些自律神经相关的一些症状，像是胸口闷啊、手抖啦、心跳跳好快、呼吸喘不过来，这种的都是焦虑相关的症状。这是一部分台湾人心声，不过来看台北街路，真侪人看起来老神在在，照食照佚佗，夜市啊人山人海，点心大生理赶快好甲变过，因为因拢无想遐尼多。会对这件事情就是不会说很恐慌，没有以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。你不担心啊？不担心，跟之前台海危机一样啊，它就只是地不动，不动。台海敏感情势引起各国关注注意，不过面对阿强的动作直直来，会当看到台湾人民两样情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